背後傳話不可都信，何況眼下王後對我和繼兒真的很好，她還提議大王讓繼兒和公子蕩一起拜師學道，還常常在大王面前進言，說繼兒天賦過人。那是邀买人心，你就不能往好處想？这已經是最好。你不知道，外面都在說繼兒在給淫蕩做伴讀。伴讀就伴讀，有什麼不好的？我不喜歡。哎呀，好了，小冉千里迢迢趕回来，也不是为了招惹姐姐生氣的。太陽都偏西了，我也該出宮了。走吧，姐姐送送你。朝中為伐韓還是攻蜀，已費議多日。今日寡人想聽聽諸位高見。眾愛卿當各抒己見，暢所欲言。攻韓不易，伐蜀也不易，這事啊要從長計議才好。是啊。大王，臣以為秦國若要長治久安、稱霸中原，必須伐韓。掌相察就好的，這司馬將軍你情何取之說？是啊，沒有什麼大的意見。他們若意見相左，這就難辦了。當日公孫衍5國聯兵，就是自是奉了周天子之詔。臣以為若要杜絕此類事情再次發生，打下韓國，控制周天子當為首選。繼續說。臣以為，我當與魏、楚、鮮為結盟，讓魏王發兵三川，再讓楚國兵臨南鄭，我秦軍去攻打新城、宜陽，兵臨洛邑城下，逼周天子獻出九鼎和玉玺，秦國方能挾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從，遂成就帝王之大業。大王，大王，張子的主張聽起來頭頭是道，但實施起來難上加難。如今大王獲取天下疆土，當先易而後難。巴蜀眼下有桀紂之亂，若以大秦之兵力去攻打，如豺狼，如群羊，取其地足以廣闊國土，得其財足以富民養兵。我大秦借道八國，併吞巴蜀，而天下不以為報，歷盡西域而不會引起諸侯反對，是以一舉而名實兩負，而又有盡暴政亂之名。臣不以為然。想那巴蜀乃西僻之小國，就算是秦國能借道八國攻蜀，別忘了八國入蜀之道艱難崎嶇。我大秦為攻打巴蜀興師動眾，卻與大秦的霸業無關。勞其眾而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而不足以為利。臣聞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，而今三川周氏乃天下之市朝，大王不爭於此，反去爭巴蜀，離王業遠矣。大王，若我大秦攻韓挾天子，必遭諸侯同仇敵愾，迫使他們再度聯手對付秦國。周氏可將九鼎賜予楚國，韓國也可忍痛割地於魏國。諸魏兩國得利後，隨時會與秦國分道揚鑣。若他們再度聯手齊趙之兵圍攻秦國，我大秦必將陷入危險之地。司馬將軍危言聳聽了吧？張國相私心禍國。我有何私心呢？眼下公孫衍就在韓國，張子與他不共戴天，只怕張子是想借伐韓討伐公孫衍吧？你說我公報私仇？張子敢指天發誓，說伐韓與那公孫衍無關。好了，今日到此為止。你們二人各自再上奏章，詳述意見。太史令，在。将他二人今日之言再抄錄一份，交與寡人。
是。当儿和继儿，此刻是否还在承明殿读书？回大王，先生这2日让他们帮着司农处核对土地和户籍。继儿，父王。你王兄呢？公子，慢点，公子，公子，快点！拜见大王，拜见父王。你这是到哪里去了？蛋儿肚子不舒服，如厕去了。这是你的功课吗？这么一点小事都做得如此潦草，将来如何担当大任？儿臣该死。土地丈量、户籍登记，乃是国之命脉根本，你怎敢轻忽至此？你是寡人的儿子，不但要有无敌之勇力，更要有治国之本事。你看看继儿，他是你弟弟，年紀比你小，做事卻用心竭力，一絲不苟。塗塗畫畫，打不得天下。先生每次讓兒臣論兵法、論布陣，兒臣都是條理分明。論兵法，振振有詞；論政務，笨嘴拙舌，習武厭文。你頂多只能做一介武夫罷了，如何擔當大任？孩兒以為天下都要先打下來，才能談及治理。你以為天下是野牛闖陣打下來的？打天下是要靠心思，而不是蠻力。是，兒臣知錯了，兒臣這就去把先生的功課完成。記住，這不是先生的功課，